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要动用拨款权来提供台湾3亿多美金的军事援助，这是第一摆要甲美军现有的武器交予台湾。咱总统府是感谢美国小天，未来嘛讲会继续来深化台美的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伫美国时间2月尾发出备忘录，宣布头一摆动用总统拨款权 PDA 提供台湾3.45亿美金，大约108亿台票的军事援助。咱国总统府感谢美国长期履行对台湾的安全约束。国防部感谢美方对台湾坚定的安全承诺。总统提用权是对台湾军售以外，另外一个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重要工具。 台美会持续就安全议题紧密合作。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温准总统使用 PDA 将美军现有的武器装备也是服务交付予台湾，当年上济10亿美金，以原价因地输台190亿美金军售。军援清单虽然无公开，也毋过风声包括4架 MQ-9A 无人机，也有专家认为，较可能是精准弹药，也是先进飞弹系统。那参议院最近通过2024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协助台湾军队培训，推动后备军力改革，呼吁台美进行军事网络安全合作等内容。因为网络它是超越地缘的新的一个作战、新的战略，那也是我们现在台湾最强的一个部分。台湾这一边对中国的观察，其实也会是美国这边会希望跟我们交流交换的一部分。We've seen troubling PRC coercion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o right here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nd we'll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s they defend themselves from bullying behavior. 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齐当伫澳洲访问的美国防长奥斯汀，佮批评中国伫印太地区的行为，同时佮表示美澳甲区域朋友维护区域安全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